因为提议去了解劍桥奖行业音乐奖项，如是闽南的音乐人王伟杰，在颁奖典礼之前向香港抬头的时间，全场都拿呢反闽南水库的补贴。经过媒体报道，有部分人质疑，因为佢對音樂嘅場合講正確唔得當。面對咁樣批評，王偉杰對自家 Facebook 回應講。佢第自家認為之後是經常本了解對台灣所發生或是當地發生的社會議題，增加很多本人地嘅機會。音樂背後的很多議題、很多土地的故事，可以讓越多人可以帶到越多地方、越遠的地方，可以讓越多人知道，那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做得高前色的寫字，做片新冠頭前貼定反太普事件的貼紙。客家音樂人莫比克行亞島成功抬頭，就難論反閩南水庫反高平太湖的企業。雙方嘅三位團員係帶的，今半日拆太浦，聽過日拆政府嘅補貼，希望大幫按用嘅機會，我也調查俾議題，幫韓國當年看到，沒想韓國當年來關心。就來用一個機會啦，來講一條我哋自家關心嘅事情，嘛係台灣發生最重要嘅事情，可能安尼見來研究。其他過冇嘅事情，可能就會見來見少安尼啦。按多年來，伊嘅創作靈感係對現代嘅感受來嘅，一路以來佢關心社會環境嘅意，跟先前去抗議新竹受厲害污染，也係苗栗太埔插獲一條事件錄下入音樂度。大條各位嘅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條一種專輯曲名歌曲《天光日》，係關心農業伫好寫家園嘅意，寫出自家嘅家鄉民樂，適度到愛做水庫嘅爭議。韓國一件事情伫前一步嘅未認真檢視，有再過有人討論。那一個期上愛老大家分享講話水資源嘅問題應該要有個度嘅討論。唔好再用20-30年以前嘅安尼太新嘅開發，安尼嘅想法，直接嚟做。卡登補貼韓國企業行得成功抬頭過後，地底有條名譽認為一啲音樂嘅天堂空講沙片議題，安尼音樂牽涉到政治為韓國複雜。莫比克就喺 Facebook 粉絲團寫定自家嘅想法，伊講音樂就係對成敗來嘅，韓國成敗後按到乜嘅事情就係政治。安尼音樂有運用嘅同政治分開來講咯，如果講通義，如果誠心嘅歌聲，唔單淨係表達感情，咪會同大家交流，一句從嘅都係一對土地歸層嘅關懷。下個新聞總書記陳欣怡特別報道。